大家好，我係期貨黑鬼。今日同大家睇返2025年3月26號恒指操作。開市前先留意中位23,821。支持位23,664和23,361。由於開市位置在中位之下，策略我都係逢高做沽。9點30分開市後向上突破支持位23,664。先觀察耐心等待。9點38分和9點39分中連續出現兩支上影線的燭身，開始注意。9點42分至9點55分繼續在支持位附近橫行。9點56分終於向下突破，於是決定做沽，用支持位23,664附近做蝕位。其後一直向下。去到支持位23,361，亦都跌穿，繼續持倉，最低跌至23,327，之後向上反彈升穿下降軌道和23,361，亦都可以平倉，利潤約250點。之後個市維持在23,361之上。我亦都冇操作。如果鍾意我嘅影片，請大家俾 like 和分享給朋友，謝謝。